台美术设计，这是干什么的？那我化妆、绘画、雕塑都会就行了。工资比我预想的低呀。你预想多少啊？保底2万吧。多少钱？你这是做大梦啊，朋友。为什么要来这儿？为了吃饭。你实习了3个月，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做的还挺不错的呀。你俩是 CP 是吗？你们老人家的三角恋能不能别把我扯进来？老人家？你大姨妈才老人家。那是为什么呀？你不够优秀。我的笔试成绩挺不错的呀。那个可以尝试采用3D 打印技术来修复遗体。你家属认可你，你就是要当我刘清明的师傅我都认。他这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师傅，这演哪出啊？明天就转正。今天早上我晨跑的时候碰见一个男的，我以为他要自杀呢，我就见义勇为下去救了他。你下来干什么？我以为你要自杀，我来救你啊。这么钱，怎么自杀？你下午有一通电话，我接了，对方劈头盖脸就是一通乱骂。罗大淼，你这个庸医，人在做天在看，你害死了我爸，你想脱身没那么容易。拼上我这条烂命我不要了，我让你这辈子都当不了医生。你谁啊？我认识你吗？你张口就骂，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呀？神经病！我最近在打官司，是医疗纠纷。本庭驳回原告曹轩的诉讼请求。医生是众人的报薪者，只要医生遵守职业道德，以患者利益为先，社会就应该给予理解和支持，不应该让他们冻毙于风雪之中，以致人人自危。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紧急通知！小区东广场免费发放粟米油盐，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赶紧去啊！你听明白了吗，罗大淼？我在殡仪馆为遗体，我在殡仪馆为往生者服务，我是遗体化妆师。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就是我是生的守门员，你是死的摆渡人。这么算起来，咱们还算半个同行。我的胸口好像在烧开水呀，你有过吗？不好意思，你没事吧？好巧。罗大淼知道肯定很开心。我签这个又不是为了让罗大淼高兴。你们是第一个支持我的人。我们在一起吧！虽然有时候生活很重，但是我愿意为你拼尽全力，我愿意。你为什么要拉黑我？不能见到你。为什么？你生病了是不是？你不要什么都不跟我说，什么都自己扛。我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我知道你不会答应，你去找你前女友了吗？所以我觉得很丢脸，很社死。
3月。3月，就因为你表了一个我不在场的白，你就要把我拉黑？为什么不给我说话的机会？能不能听我心里想法啊？听你怎么追回了你的前女友吗？是因为我收到她结婚的请柬。听说你跟我表白，我们牵手的时候，我的手心都会紧张的冒汗，心脏也会砰砰的乱跳。但是我不确定是因为分手之后空虚，还是那个人是你。能不能先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不能，我不习惯跟我喜欢的男生做朋友。谢谢你逼我想清楚了，我绝对不可能容忍自己躺在你手机通讯录的黑名单里，当一个可有可无的陌生人。When I was young, tomorrow never seemed as close as what it is. Everything was in my reach. We're only love, we're only me. 赵3月，我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吧。I hear your voice glowing in the dark, saying it's alright. Everything is in my arms. We're the wish. 罗大淼，你可以给我你前女友的手机号吗？你要干嘛？她老公是柔道冠军，我们2个一起上了打过。我要感谢他，谢谢他把你调教的这么好，我觉得我好幸福呀！把它像烦恼一样扔出去，明天就什么事都没了。我数1、2、3，我们就一起扔。1、2、3，嘿！你手心出汗了。啊，我有点植物神经紊乱，手心爱出汗。哦。